主啊，这款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你的疼痛赐福伫阮富强教会。感谢你，伫过去这10几年来，阮的教会有增加真多上帝你所疼的百姓，特别有真多是讲华语的兄弟，少年一辈的兄弟，阮拢做伙伫即间的圣殿来学到你，来感谢你，来领受祝福。主，阮也要同心学习，安怎伫阮的处境的中间，伫阮家己生活。阮的周围，阮让将你的福音传予别人，传予阮的亲人，传予阮的朋友。伫你面前，愿你通过你的话来替阮造就甲学习。安尼感谢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今仔日的主题叫做幸福、热情、传福音。这两字呢，当然甲今仔日牧师要讲的这个幸福小组有关系啦，吼。但是嘛，有要甲咱做一点这个。观念的调整，较早咱也讲到传福音吼，你敢知影什么代志呢？迄都爱写生死状，生死状你听有吼？就是爱家己的四大人讲，爸爸妈妈，我这声出去吼，奉耶稣的呼召，唔知会阁转来袂？我唔知，我袂当尽我的有效，请你原谅。较早的宣教师是这款的心情。我会记得一位对瑞西来到伫这个台东传福音的一个天主教的教师，伊伫50-60年前写一张批互伊的老母，一张批非常感动，也是经过有人甲翻译出来。伊写讲：妈妈，我坐船2-3个月的时间，已经来到伫台东一个偏僻的所在，这个所在呢，伊个山势真水，袂输咱瑞西。但是这个所在天气真炎热，我要食物件，要交通拢足无方便。逐摆我拢会想着讲，哪会当阁倒转去故乡，食着妈妈所为着我煮的一碗咱故乡的食米，毋知要偌好。搁较想讲，哪会当阁食一块咱瑞西出名的巧克力。我心中实是足感谢，但是妈妈耶稣呼召我来到远远的他乡外里传福音，唔知什么时阵会当阁记着你，请你为着我祈祷。这是早前咱所领受的传福音的故事，迄种互人感动，因为迄是一个生命的交通呢。保罗嘛是为着传福音，经过生命最遍的操练。骨也变死无去的，所以幸福、热情来传福音，会使讲是颠覆较早咱传福音的影像。所以也通过这个要甲咱三甲来学习啦吼，就是讲即马传福音无亲像古早迄种都爱用生命，但是咱会当找到真好的方法，大家做伙来学习吼。所以咱经常小等来复习。大先咱读的一段经文是保罗先生对腓立比教会的感谢，伊写张批起头就对腓立比教会感恩，真感恩的，因为伊对这间教会有得到真侪温暖的感受，有真侪真大的祝福。我会记得十几年前，牧师要写入咱富强教会服侍的时阵，我嘛用这段经文来对咱当时的长执甲兄弟感谢。伊安怎感谢呢？伊是这款的感谢。头一个，伊讲若每一遍想到腓立比教会，伊就心中满满的感谢。表示讲这间教会，互伊心内足温暖的。第3节，我逐遍想到恁的时阵，拢感谢我的上帝。想到就感谢。兄弟姊妹，你若是你的囡仔出外你足烦恼，讲每一遍想到你我心肝就丢一个因为你烦恼嘛，也是讲你有烦恼的人，你就会讲想到你，就困袂食袂困的啊。但是保罗讲，每一遍想到咱腓立比教会，我就是感谢上帝，表示这间教会有互保罗心内真大的温暖甲鼓励啦。所以是第一个是感谢上帝。第二，伊讲为了腓立比教会感觉欢喜，欢喜就是感觉这间的教会，互伊真大的成就感。互伊感觉真安稳、真快乐。伊讲，逐遍为着恁众人祈祷的时，拢用欢喜的心祈求，欢喜祈求，无什么快乐，无烦恼。
咱知影讲，有时咱是大人讲，为着咱流目屎祈祷，为着亲人也未信主，流目屎祈祷，迄个心内还佫有负担嘛。但是保罗为着腓立比教会讲，用欢喜的心来祈求。过来，伊讲是安怎会有感谢，会有用欢喜的心祈求呢？因为讲腓立比教会，因拢同心合意在传福音。保罗为着腓立比教会热诚传福音，心内感谢上帝，每一遍为着因祈祷的时阵欢喜感谢。因为保罗知影讲，伊的传道理的心志，有一间教会真用心在甲伊做伙同工。啊，所以第五节讲，因为恁对头一日到现在哦，头一日到现在就表示讲无断的就对，拢有同心协力在传福音，拢有同心协力。意思是困难是有啦。挑战嘛有，腓立比教会是伫外邦，是今仔日的马其顿的所在，啊，所以外邦的所在当然有迫害啊，当然有困境啊，但是讲同心协力是甲保罗同心的，所以保罗唔是讲哦，伊对这间教会对好，伊才感谢，伊是讲恁甲我同心合意传福音，同心协力。所以传福音就是，互伊的任务会当有这阵教会会友为着伊做伙拍拼来完成，伊心内非常的快乐，心内欢喜。当兄弟姊妹，咱顶礼拜有做伙讲起着传道理、传福音的这个迫切甲需要。也知讲，咱今仔日咱有拄着侪以前传道理的困难，迄是无毋对。但是咱到今仔日，咱已经看见有真侪人，伊去敲吹，伊去学习，伊去试验，有像真好的传福音的方法，要报互咱知。所以呢，咱就是准备好，咱安怎来参与传福音？咱伫即礼拜开始，咱教会有11组的幸福小组开始要听动。进前拢咧筹备哦，拢咧操练哦，拢是关伫门内吼，咧彩排哦。即嘛今仔日要上场啊，即礼拜开始要上场。即礼拜要上舞台啊，袂使突车啊，所以就是因要邀请这个咱叫做 best 即种特专有名词啦因要入到伫即个小组的内面所以咱准备好，就是毋是即干11组正百个同工要做啦，事实是咱兄弟姊妹你。有参与无参与，你拢是有同心，咱的教会事工才会复兴。较毋是讲有做的人做后壁的人拢无要无紧，安尼就无成做一个团队啊。咱所以鼓励咱大家做伙关心这个11个小组咱11个小组的组的名伊的组长拢印伫周报内面，需要咱替因来祈祷咱要搁强调一遍，就是讲，绝对无人，我相信绝对无基督徒讲牧师咱毋免传福音，绝对无人会反对传福音啦，绝对无人。这除非啦，除非讲伊听到耶稣无共款的教示，咱拢无听到，敢若伊听到讲耶稣讲毋免传福音，伊除非去听到耶稣讲无共款的。第二。除非读到4本福音书以外，阁有8本福音书讲耶稣交代毋免传福音。安尼换一句话意思是讲，咱基督徒你基本上拢承认嘛知，耶稣爱咱传伊天国的道理，伊家己本身来到世间就是要传这个天国的福音所以无人会反对传福音。但是检在咱会安尼讲，安尼讲啥？讲我足想要传福音，但是无要领，传无落来，我喙齿真钝我人际关系也无遐快，我要安怎甲人传呢？传袂出去所以呢，无啥会晓得。可能你安尼想。第二，我要传福音，传了无效果传了安尼一遍过一遍开始无生理，无生理就收起来所以就暂停后可能是安尼。佫一项是讲，大家拢无啥咧传也无差我一个别人无传，我嘛无传，惯死会检测咱会拢有这款的心境就对啦嘛有人安尼讲什么款的事奉我拢会使做逐项代志要做
做劳力的流汗的吼，拢会使做，但是毋通叫我传录音。兼且有人对这方面足畏惧的。我哋要介绍讲，咱周报刊一篇，就是这个福气教会高营宣教士伊的见证，伊这篇文章叫做“乌色的乌鸦”，咱知乌鸦本来就是乌的啦吼。乌色的乌鸦换迄个白门的故事安尼。伊讲起吼，毋是讲伊外口传福音哦，伊先讲我家己一个信主40当的基督徒，伊的经历就对啦吼，伊的经历。我感觉伊的经历就是代表你甲我吼，大部分的基督徒的经历。而咱过去台湾的教会拄到一站真无方便传福音的即款的处境所以这个高英宣教师伊是一个国中的老师。伊国中的老师真认真，自会读圣经，做主日学老师教会服侍无常欠缺。但是伊家己见证讲吼，伊上界感觉不舒服的，就是传福音啦。别项拢真好，毋过伊无啥惯势传福音。所以这个叫做高英宣教士吼，伊讲伊较早嘛捌招教会兄弟做伙跳赞美操。招人跳赞美操，嘛有机会接触传福音，但是迄个成果拢无讲真明确，拢无真无明确安尼吼。所以伊就听见讲，几啊年前有听见讲，有一间教会，兄弟姊妹无论信主久的，也是初信的，拢一心咧传福音，伊就感觉真好奇。因为甲即间教会的同工有熟悉，伊就讲我来试看嘛呢，安尼吼。伊一个去咱行一条。伊讲，伫即个所在，教会基督徒，若咧传福音嘛，定就是逐时阵拢咧想要安怎传就对啦。若无就想讲要去倒去招这个好朋友 best， 伊的脑海内只有即件事，就是讲无比传福音较重要的。即个高英宣教师吼，伊家己坦白承认讲，这来聊落去吼，这没完没了，我敢要安尼。因为伊感觉我一个国中老师退休是世间上幸福的，因为咱知影老师退休，无其他的负担，足快乐，还有通领18趴，逐日会当游山玩水呢。伊是讲准备要游世界呢，无拍算上帝甲伊讲，要去旅游世界请万只，先来试看你基督徒的任务，这项做无着，来传福音看嘛呢。所以呢，伊虽然是一个40年的基督徒，伊倒转去幸福小组对人传啦，伊家己无自信，无晓传，伊对一个2、3年信主的人传福音，伊是做到1冬半了，伊讲无换我来试看嘛咧，换我来试看嘛咧，换我来做副长，咱知影幸福小组的组长叫做副长，伊就开始讲伊要来试看嘛，伊就甲上帝祈祷啦。讲上帝你当我退休本来要做一个安尼游山玩水的基督徒我感觉做基督徒足快乐足幸福的。你当叫我要传福音，你是毋是你给我一个印证，给我这边传这个福音的小组，会当有7个人说咧，伊就甲主求啦。伊讲主你来应允我我一世人拢要做幸福小组来传主你的福音。真正有影，伊一直祈祷，因为伊惊讲我一个老会友做事一个打初信2、3当的伊感觉足无面子安尼啦伊唔敢凊彩呢，因这唔是甲伊较早讲要读圣经、研究道理吟圣诗、献诗、唱圣歌对即款的轻松呢，迄是顶头来的，伊就是安尼一尽拼力，到最后上帝应允伊7个人信主。是咧，所以就开始大改变伊，因为伊讲，这个幸福小组有一个特色就对啦有一个特色就是讲，当亲像一个镜，在甲我照出我基督徒的欠缺甲骄傲，因为我毋是甲一群已经信主久的人，逐项物件拢知影，要吟诗唱歌，大家拢足勤苦。要做教会事工目睭念者就知影。我想要面对一群连耶稣是甚物人伊都毋捌的人，我免
殷勤、谦卑、细致、热情、有笑容，互因知影讲耶稣就是遐尼疼你。伊讲顶头来，顶头学习，或是有功夫拢甲放弃，搁顶头学。啊，所以伊讲这就亲像安怎呢？亲像一只乌的乌鸦啦，迄毛啊一支白一支白，足无快乐的。原来做基督徒足安稳的，伊感觉讲活我定心来足艰苦的，但是为着要换着白的毛，伊甘愿一支的毛来带起来。所以到最后，伊即马煞变做到全世界，逐位所在咧甲人介绍讲，要安怎头脑因，要安怎针对这的无道友，来讲出伊听有的道理，毋是讲你圣经有偌深有偌厚，是呢。要互因知影讲，因受感动，知影那我亲像你安尼，我信耶稣，我要爱。伊讲，遐信主两三档的人，大概捌听过耶稣啦，但是保罗嘛无甲伊识，摩西、提摩太，这个人无啥捌的，毋过伊都会晓传福音。伊讲，我这捌遐济人毋敢，你哪会晓敢？伊讲。这个初信的兄弟，伊受到激励热情，伊讲伊的心肠、生命改变，就是上好的福音啦，都、就是一篇上好的道理。所以伫幸福小组内底，就是一直见证讲上帝的改变伫我的生命中间安怎改变。所以后来，我会记得伊伫9月初呢，就来到咱台南的所在来讲起，甲咱教会这个咱的。幸福小组的同工来讲一课，讲什么课呢？讲恁要安怎对这毋捌主也毋捌教会的人讲一篇伊听会落的道理。哇，迄甲咱较早想的拢无共款，甲牧师伫台下顶讲的拢完全无共款。所以讲变做老会友，像牧师即款的讲要互部队友听，变做讲无啥落来。是呢，伊互较早的知识拢白死的啊。所以这个高阳宣教士呢，伊就是到处去传福音，去甲人介绍这个幸福小组安怎进行会较有效果。本来呢，咱顶个月就拍电话去甲这个高阳宣教士讲，阮教会嘛有足侪老会友你的经验的确足会当甲咱帮衬啦毋过真可惜，因为伊变做全世界四界走的人要来时间真排袂出来。我安尼好啦，我先甲你的文章刊在周报，互大家捌。咱实心若要听伊的见证伊是做老师，所以演讲真牛咧。所以你若听袂亚线你若有机会会晓看电脑 YouTube 的人，你甲拍高阳宣教士这5字真侪伊的见证，拢伫各地拢有录影，伊有公开传播的就对啦那各位兄弟姊妹，我看到高阳宣教士，我是想到我家己啦。因为我比高阳宣教士信主搁较久咧，伊差不多我的岁，加我应该是加我无几岁。伊信40冬，我已经对细汉出世就信主啊。其实我毋是咧讲咱大家无认真头路，我是咧讲我家己啦。是呢这老会友拢迄老观念拢固定掉的啊。我咧想着讲，咱人做基督徒有真侪感动的事。但是我相信在座兄弟姊妹，你绝对袂记得讲你捌引带过某某人信耶稣，请你会记得袂？你会该袂记得袂？你的一生这个记忆拢袂无去，是呢？这是耶稣互咱一个恩典，带人信主，迄是比得到任何宝贝更较好。所以我就想着讲，我伫高中的时阵，我因为离开故乡去到外地读册。所以呢，也无朋友啦，也无有安尼同学拢无啦。所以伫庄脚囡仔去到市内读册，当然学生同学对咱嘛看无所以咱嘛毋敢伤昂声就对但是都是有一个同学，因为伊大个所在到我大个所在，安尼共方向。迄个时阵无咧流行父母载囡仔去读册，拢爱家己行路。若较好诶，骑脚踏车。我逐摆放学也是要去学校，拢会拄到即个同学。
啊，迄个时阵拄啊好，迄个蒋介石总统过身啦，啊，说全国四国咧报道，四国咧报道。啊，周连华牧师呢，嘛专工去到平湖来传福音。啊，就我甲伊，就安尼讲一个句，感觉真投机啦，啊，伊足认真读册，伊个数学科学足高诶。啊，所以嘛，等于是我的小老师就对，安尼甲请教。啊，咧讲诶中间，伊开始感觉讲对信仰有趣味。迄阵我嘛毋知，也袂晓传福音啦，就甲伊讲我信主诶经过。后来，伊甲我讲，伊去洗礼啊，伫高中的时代，啊，因为伊是外省的第二代，所以伊就走去平湖的浸信会洗礼。平湖浸信会无甲我共教会，因为阮迄边的马公的教会是讲台语的啊。但我心内拢感觉心内真正的一个安慰嘛，记条条。因为我捌伫咧行路的中间陪伴伊，讲过信仰，讲过福音。我感觉讲，我有份参与伫伊信主的经过，心内一直记牢。伊个同学呢，今仔是咱国内真出名的一个水利工程的教授，啊，伫中兴大学，伊做甲院长，做甲院长。啊，现在改成还搁咧教册，伫台中的民族路，伊甲伊牧师呢，伊的太太伫台中民族路教会做真好的服侍。啊，顶一年去演习拄着中华路的牧师啊，来咧讲啊，恁同学伫阮教会呢，伫遐搁联络着安尼。但是我有种的感觉啦，对于一个专职的牧者，颠倒有即款的亏欠。我感觉我新学生读新学院了，新学生以后，就是开始参加宣教活动。伫新学院的时代，我接牧师拢有参加叫做福音团，四个去传道理。但是拢无去操练着、训练着，讲你招你的亲人、招你的朋友信耶稣，因为我的周围拢是基督徒，所以我一直感觉讲，好亲像我伫高中引出这个同学信主是我心内一个上大的一个鼓励啦啊，牧师嘛是伫台顶，逐礼拜咧讲主的道理，检查有人因为牧师讲的道理，伊对信仰较清楚，伊也因为安尼来信主，也是牧师甲因做即个真道的陪读，互伊更较认捌主。但是拢无比你讲，你会当单独带一个人，伊的灵魂得救，迄种改变。意思对一个牧师来讲，颠倒较少，亲像咱有即个机会，带一个你的朋友、你的亲人，家己单独得着救，这是心内的感觉上大的安慰。我感觉这是我家己的亏欠，所以当咱有这个幸福小组的时阵，伊嘛是咧鼓励牧师、传道长老，是这干部，大家拢来试看嘛呢？无试唔知啦，试看嘛呢？大家拢有份，所以兄弟姊妹，咱做伙有份，就是脱离迄个传福音困难的迄个捆绑，唔通一直想讲无效、无路用，传几啊档啊，几啊10档啊无效，咱开始想讲，上帝通过圣神一直为着咱台湾这个都市，准备一个足好抢救灵魂的环境。这毋是牧师家己一个讲的，是全台湾正教会拢有感觉到讲，现在咧传福音的方法甲方向路线继续清楚。所以圣神已经准备好抢救灵魂的环境，传福音的环境已经讲松绑啊，无阁像较早遐困难。社会对咱基督徒足排斥，袂。第二，咱阁看见讲，人有的教会行头前。已经找到一个足理想的福音的平台，叫做幸福小组。这是一个也无什么专利的啦嘛无有讲阮会使做，恁袂使做的啦。毋是讲咧赶流行，因为你若讲要流行，讲一项新产品大家拢咧用。我都有钱才会使用，我无钱袂晓用，毋是啊。伊是讲一个大家人拢会当用，做伴做伙来，迄就亲像。有的网络内底有一寡人的软体伊就公开，迄个公开嘛，拢互你用，做真好，逐个人拢有份来参考，所以既然是安尼，咱毋是咧赶流行，是讲咱一直敲出一个传福音的方法，是毋咱来试看嘛来安尼，搁讲，
咱有一群团福音的陪伴的，咱袂感觉足孤单。较早吼，我拢训练讲爱去街路边呢，拄着人就甲你传福音呢，讲甲你借2分钟好无？我甲你讲一个耶稣听你的道理，有影？迄拢足大心境的操练啦，实是足勇敢。但是你若想讲几秒钟就发生，有可能会发生，但是无法当真普遍。搁较毋免讲吼，有人家己心受感动，家己要就近教会。咱最近定有人讲看到网络是要来教会，我心内定来记得咱教会吼。最近我增加一个人物吼，咱教会吼有咱的玉水姐，玉水姐今日来伫遮哦。伊20年前，伊家己感觉讲，我的人生敢要阁继续安尼吗？伊怎走去人教会门口，听人咧吟诗，伊就受感动啊，就开始来找耶稣，无人甲带啦，伊家己来，吼，这实在是万中选一的，因为上帝甲引带。最近我阁听到什么人诶？听到咱的文凯执事啦，我文凯执事讲吼。伊咧做工作，一站时间足不足的心情足歹。怎走来咱教会门口吼？听到咱咧唱歌吟诗，伊受感动，就安尼来信耶稣。讲吼，咱的社会大家人拢亲像玉水姐甲文开兄，咱拢毋免去传，伊就自然来吼，毋知要偌好诶。咱就甲好起来就好啊。毋过无大家安尼啦。咱来出去，既然有一个遐尼理想的模式。会当有效可可行的传福音模式，毋免一路古早宣教师，亲像爱写落一个遗书，讲我若袂当转去，安怎。咱是用快乐的心情，用欢庆的角度，大家做伙快乐传福音，而且佫有伴呢，大家做伴呢，佫有食佫有啉呢，这款传福音的模式，是安那今日有合，有可能30年前无合。第一，你嘛无迄个气力，对毋对？第二，迄个时间，人即款方式伊无趣味，所以幸福小组毋是讲会当久长拢一定方式哦，也是讲到世界大家都拢有效的，迄是说处时处地拄啊好下着咱台湾人，所以伫咧推动即个幸福小组的福气教会牧师，伊真坦白讲一句话。讲阮嘛真爱有人甲我报看新款方式更较好，换阮来学，阮即个组买，即个买，我学你的。意思讲大家无咧烧迄落啦，烧看步的啦，大家互相来学嘛。你若有较好的，我来学你安尼。因为安尼讲伊遐尼滋味，你听牧师对顶礼拜讲到遮，就知影讲第一。咱逐个人拢知影要传福音，第二咱嘛知影传福音无简单。第三，一间教会要成长，咱袂当定下听候，亲像玉水姐甲花执事，咱是讲咱爱赶紧奉主的名去招万百姓来信耶稣啊，甲因惊死，互恁归入家爸囝姓氏的名。咱来脱离迄个亲像迄个。即个高阳宣教师讲的，较早我都感觉信耶稣，都伫教会内面快快乐乐、欢欢喜喜，聚会礼拜欢喜甲，对传道理无信心，改变即款的观念，安尼就好啊。所以遐尼滋味，牧师最后要甲咱介绍是讲，到底什么叫做幸福小组？什么叫做幸福小组？这是顶礼拜牧师去高雄搁一遍学习的首先有真侪人听到幸福小组，顶礼拜牧师有讲讲这个名足爽的，足粗俗的，咱个幸福，改成要甲人报一样好物，就调工号一个好名，毋是啦。伊目的是为着要互接受的人感觉真温暖，毋是对咱内底讲的。若确实咱家己要内面讲你会使讲幸福宣教小组、幸福报道小组。幸福福音小组，安尼就对啊，是透过一个小组来甲人报幸福。所以是对原来咱家己的细胞小组，也是咱的这个关怀小组来拼出来一群人。好，
咱这简单来讲，第一，幸福小组是啥物？幸福小组就是要甲人曝光，你会当得到人生的幸福。这幸福毋是一个粗俗的幸福，也是咱所讲的小确幸。我拄足无聊的，啉一杯茶嘛是小确幸，对吧？伫这个中秋节食一粒中秋饼配一杯茶嘛是足小确幸，毋是迄款小小的幸福啦，是讲你人生的生命得到真正幸福的确据。互人一般社会人士对幸福这两字，伊都无排斥嘛。啥物人讲幸福无爱？除非伊的个性怪怪，无逐开讲幸福我袂爱啊。用这个来接触才会迷信者。第二，幸福小组是用小组的方式来传福音，毋是个人传道，也是一个开布道会来传道，是用小组进入组织，这群人非常的密切合作在传福音。这叫做幸福小组。过来，幸福小组是对原来的细胞小组任务编组出来，安尼什么意思呢？你毋是讲牧师我听了嘛真感动，阮3、4个、5、6个苦苦的就要来传，毋是袂使传，因为人伊这有步调的，伊有逻辑的，伊有一条迄个路咧行的，因为安怎呢？因是原来细胞小组，因原来就已经属伫一个小组啊。当传道理，当有人信主，当有人受洗礼，这个人就真安稳入去原来的细胞小组受照顾、受抚养就对啦。甲伊照顾好大汉，照顾好臃肿，过来，幸福小组的组长是叫做副长，安尼较好分啦，因为你讲细胞小组啊小组长，这也叫做小组长，啥拢无，搁用幸福的福。叫做副长，也是讲 leader， 伊原来对这个韩国因发展出来叫做 leader，leader 也会使称呼。所以你若看到咱教会的幸福小组的组长，你改叫做副长就对啦，还是叫做 leader。迷信者呢，咱改号做 best，best 的意思是讲上好的贵宾就对啦，会使讲是 VIP，VIP 甲先讲起来有伤过高调啊，讲做 best 安尼好来，这是咱一个基本的名称的理解啦。第二项是啥物呢？是咧讲幸福小组，伊是真有效果。这是经过验证过。所以伊是一个真有效的布道策略。使徒行传2章47节，伊记载讲：上赞上帝，搁得到众人欢喜接纳，主将得救的人日日加添互因。感谢主，因为伊得到人的欢喜接纳嘛。所以幸福小组伊得到人的欢喜，是伊入来无有啥物阻碍，无有啥物门槛。伊大家来到第一，因为你甲伊有一寡朋友的关系毋是清清疏疏的人所以伊入来恁人的厝，享受到迄个真快乐的气氛，伊门槛袂悬，大家欢喜来，当然嘛有拄着主动的啦毋过基本上大家感觉讲参加这心情足快乐。心情足安稳所以呢，伊有效果，就是因为伊用团队来取代个人的报道。我伫高雄的时阵，有一个长老已经退休啊，伊甲我讲，伫少年时代对咱台南的贵人出外拍拼，等于台湾光复了后啦。迄阵伊安怎做啥物工作呢？伊就是讲收一寡旧货。旧米来咧卖，伫高雄盐埕埔一个插仔市，尼插仔市迄阵就是讲，大家有啥物，就是咱二手品就对啦伫遐做生意。伊有一天，一个姊妹甲讲，你敢知影？信耶稣比趁大钱搁较好。伊咧刚听到即句话趁大钱搁较好。伊就安尼讲好，安尼我要来听看卖来。伊这就亲像。玉水这花执事安尼较机器啊！一个去都爱参加聚会，伊就讲安尼我要信就迄个时阵开始，伊就信耶稣，带伊的小弟、伊的爸母来信主。伊信主了偌热情呢？伊拢摕传单上去火车又站去花莲伫迄个所在伫遐咧做生意。伫火车顶啦，拄着人就传福音，拄着传道理。
啊，伊家己吼袂感觉歹势，袂感觉见笑，因为伊是专门咧讲收旧货的啊，吼，青所人拢敢，所以讲话伊袂感觉歹势。但是知影讲有人安尼接受，毋过大部分拢甲拒绝，但伊袂感觉亚线啦，一直传。啊，所以早前吼要个人传都是遐无简单的事。哇！伫高雄拄着真侪即款真好的模范啦，有一个老姊妹吼，伊嘛是安尼哦。就因为老人也袂晓开车，也袂晓骑车，拢爱坐公车。伊上到车顶，啊，就甲人传道理。啊，有个查某囡仔少年就甲传，啊传哦，你知影老大人讲话，人无啥人要听啦吼。哎，足用心传的。啊，伊甲我讲一句，牧师啊，有时哦，伊若对我无啥礼貌，我就甲应一句。伊讲吼，我甲你传福音吼，若要信你的福气啦，啊，若毋信你的代志安尼。要信你的福气，啊，毋是你的代志。伊有点仔讲心情足歹，讲啊，你拢无爱甲我插安尼吼，啊，毋是你的代志安尼。有点仔讲啊，我都尽我的亏来甲你传啊，啊，表示讲个人传福音，迄个足大的担量，对无？就像我较早少年时代、囡仔时代吼，足避暑的，真正要甲人讲这吼，讲无落来，袂晓讲，开喙，这我哪有生理人才才会使的咧？啊，但是呢，幸好小组无有即款的门槛。大家做伴，会晓讲的行头前，袂晓讲的在后壁斗传物件嘛，袂歹啊。在后壁斗祈祷啊。搁一项，幸福小组是用带状式的取代迄个单点的报道，意思讲是有次数的，拢种八改，一摆搁一改，像咧加温安尼就对啦吼，温度加天加天加天。你讲啊，我伫火车甲你拄着啊。拄好拄着即个伊有要信啊，啊无逐开人都无个机会见面啊。有可能即个20年后伊会信主啦，不一定。但是你敢一种心来安慰讲，我都甲传就好啊。有信无信我毋知，因为你无法通甲追踪嘛。但是呢，幸福小组是我招即个人是有目的，而且有对象的，而且招伊来背改，所以是带状的，毋是单点的，毋是伫街路，啊是讲你来。参加一个报道会，啊，就倒转去啊，啊，无机会甲你接触，所以这伊的特色伫遮啦吼。过来，伊是累积感动，累积感动，因为除了咱遮的小组员精心布置场地，精心准备一寡地点，准备真好通破冰的游戏，准备足好会感动人的诗歌，准备会当感动人的见证。讲到遐真简单，搁会捌清楚的即个信息，搁包括为着伊做祈祷，然后一站一站一直累积，一直累积，一直累积。伊毋若家己受感动哦，伊搁招人来呢。哇，这足好诶！我搁招我人来，意思讲伊本身都还袂记得到，伊先招别人要来。啊，这拢是伫遮个故事中间呢，一直在做见证。还搁一项，就是。遮个小组员，幸福小组的小组员是受造就上多的，因为一直在操练。就像我拄仔讲迄个高阳宣教士，你讲圣经伊捌透透呢？伊查经班是考第1名的呢，但是伊搁定心来做传福音的工作，就是一摆搁一操练。因为吼，咱讲的毋是讲啊，牧师讲的简单，啊，人讲像倒顶泥甘安尼啦。因为有的 best 吼。你较少，伊讲好，其实哦，有时拢会拄着攻击，你敢知？打要到啊，因暗6点要开始啊，伊5点甲你敲电话讲啊，歹势哈，啊，我都临时有啥物代志啊，阮囝安怎啦，吼，啊，临时阮有朋友要招啦，吼，哇，迄啰嗦的一大堆咧，迄拢有歹咧攻击，刁工甲你搅扰，啊，你就想讲啊，我甲你邀请遐久啊咧，啊，你竟然甲我放婚假，吼，你的心情是毋是足歹？迄个咧操练啦，啊，所以讲，幸福小组像一个镜共款，照出我的骄傲，照出我家己的软弱，照出我家己的无够格。你只要就靠上帝啊啦，因为你甲招伊毋来，你要安怎？嘛有人迄小组办了，讲今仔日哇，欢欢喜喜啊开门，讲无人来啊，我家己小组员家己吟诗祈祷呢，啊，你变啊对抗那种消极，对抗迄种。啊，感觉讲心情啊，足无人来迄种感觉，迄都是一直咧操练，所以讲是传福音的温度。
啊，你愈传就愈有经验。啊，所以真侪才会参与幸福小组的同工，因拢有记得一项的标语。伊讲讲句也是无人信吼，迄无要紧。伊讲迄是我研发的成本，研发的成本。伊表示讲无人信不要紧，但是我操练了吼，这就是我的技术嘛。后来吼，我会更较成功。伊无因为安尼就感觉建设无歹势。袂歹势，因为无人讲甲踢笑讲啊，恁即组人拢无人袂安尼讲啊，安尼加油，因为后来的爆发力更较强，吼，过来就是讲吼教会的增长诚做常态啦，毋是起起落落，啊有阵时间拢无人说咧，是一直有新的朋友、新的家人加入伫内底。但最后要讲的是讲幸福小组伊的布道逻辑啦，吼，伊的布道逻辑。第一就是讲尊荣才会无导游，尊荣才会无导游。伊是讲对这个无导游表示咱上大的敬意甲欢迎。诗篇8篇50讲，你互伊比天才利亚较殊，佮赏赐伊荣光尊贵做冕领。第二，用热情来接待无导游。使徒行传2章17节讲，阮到耶路撒冷的时，信徒热情接待阮，真热情啦，互你感觉讲哇！伫这社会遐冷漠的环境吼，啊有一群人对我遐尼热情，伊心内吼就融化了吼。第三，真有趣味的聚会内容，真快乐，袂感觉负担。诗篇118篇24节讲，这是耶和华所定着的日，伫即日的中间要欢喜快乐。第四是感动的氛围啦，互你感觉领受到迄款的感动。马太福音5章41节讲，占领军的军人若强迫你行1里路，就甲你行2里路。意思是讲，我做了比原来要爱做，更较做就对。啊，所以有一句标语讲，做无够叫做亏欠，做拄啊好是本分，做过头叫做感动，做好过头，大家会受感动。就亲像你原来伫公司内底，原来叫你做。安尼60分的业绩，啊，你做到100分吼，迄头家是对你真感动啊！你伫同事的中间，你会当为着伊加做较侪，伊嘛心内真大的感动啊！啊，所以伫即个80的入来到伫咱中间内面，咱拢去经验着即款的感动啊！所以有一句真重要的逻辑啦。伊叫做攻心为上，攻心为上，这是孙子的兵法，无毋对吼。伊讲要甲人传道理吼，毋是一个先甲你讲，互你听甲啪讲啊，我讲安尼有理。我会记得老师捌讲过，你甲人讲道理，讲啊变赢伊吼，伊讲你赢，但是我无爱信，是我承受感动，所以因为你会听，我愿意接受。伊就欢喜分对咱做伙认捌主耶稣，搁唱叫做坚持到底无放弃。希伯来书3章14节讲，咱若坚守当初的确信到落尾，就要将做基督的同工，坚守啊到落尾。兄弟姊妹，最后咱小可介绍讲这个流程。伊讲幸福小组的周期是安那？有3礼拜的准备期，那照咱的时间是9月初2到16。有过来是8礼拜的 best 进场，对本礼拜开始哈，咱9月23到11月18。过来有2礼拜的名人讲座，就请一个伫社会出名也是真够讲说的人来甲咱指导，啊，咱请这 best 来听。11月26到12月初2，最后一个主日叫做欢庆主日，就是12月初7。咱望因受感动来洗礼。幸福小组的流程是安尼吼。会前准备30分钟，会前祈祷30分钟，表示讲，这小组员1点钟前就爱食饱饱哦，毋是凊凊彩彩讲临时到啊，聚会吼迟到啊无哦，是提早1点钟就开始准备啊。过来拿色的遮就开始正式迎旨 best， 5分钟甲因邀请，啊，互因足温暖。第二开始破冰。伊讲，咱讲基督徒讲破冰，因听无讲，啊，咱来做快乐的游戏安尼吼。过来是唱诗歌，伊讲毋免讲，嘛讲唱圣诗，因听无啦。讲咱来唱卡拉 OK 安尼吼，
吼，伊拢感觉讲啊，足轻松诶，来遮吼，有啉有食有唱吼，啊足欢喜诶。过来进入重点啦吼，就是见证也是影片，有可能本身家己诶资源来做见证，有时咱摕一个真好诶见证诶影片。第七，就是由小组长也是一个代表来讲迄个简单诶信息，互伊听啊，感觉讲啊，有触动伊诶心思啦。讲你要得到幸福无？你人生趁钱有幸福无？你得到全世界有幸福无？你感觉什么时阵是上幸福？互伊去想，然后20分钟了后，咱阁会送伊小礼物。小礼物毋是讲用钱坐来拍倒人啦，是讲互伊感觉讲啊，你包装啊遐尼的水吼，足温暖的，足温馨的。啊，最后阁一项，开始个别甲因讲话，讲你有甚物款心情上，你要得到幸福，你有甚物困难无？有人讲起伊家庭的问题，讲伊家己最近的处境，啊，所以咱遮的小组员就替伊祈祷。真侪人这段时间到遮已经祈祷到流目屎啊！伊感觉讲有你遐尼关心我后摆要过来。讲迄信息吼，伊讲亲像迄8点档连续剧共款，拄仔咧精彩的时候讲好，后礼拜咱再过来讲安尼样，伊想要过来安尼。啊，所以你知影讲，迄毋是一个清清彩彩的组织，是足有严谨训练的。你看咱的小组员对几个月前开始在训练几摆啊，而且刷了后，我同工检讨，这的朋友离开啊，咱来去做检讨。但是袂你甲看，这款的用心是为着什么？咱讲为着要互百姓来信主，所以最后欢迎咱这头一遍参加小组的兄弟新手上路。另外一句标语讲：你唔免真厉害才开始，你需要开始就会真厉害。表示讲，你若愿意互主差遣，你开始啊，上帝就要使用你，成做一个传福音的门徒。第二，咱遮也未加入小组的人，你毋通讲啊，好像牧师拢咧讲我无传，毋是这个意思啦。而且咱有心备办好，才来开始，毋是咧急讲，逐个人拢爱。毋过你若对这有认同，请你为着因祈祷。第二，若有机会开始想讲，倒一人，我的朋友、我的亲人，伊是真需要来邀请来参加的。第三，咱这小组员就是同心合意听顺服这个福长的带领，啊，毋是讲我做我的，你做你的事，大家都会同心。啊，所以保罗伊传福音的概念是什么？哥罗西书伊所讲的，愿对所有人宣扬基督，用达款的智慧来劝解教示正人，通互所有的基督内，所有的伫基督内面，诚做成熟人显露上帝。伊讲阮是用达款的智慧啦，吼，幸福小组是其中的一种智慧，可能有一天有人更较好的方法，咱嘛来学习吧。而且到在讲，对着这个目的，我靠耶稣基督伫内面做大能力。毋是靠人的技巧才能，咱准备这个环境，就是要信心来做工，啊，咱加做伊的器具，啊，讲尽力来拍拼。所以鼓励每一位富强的兄弟，大家为着加做大道勇士，因这是属灵的精神，请咱大家支援鼓励11个幸福小组的同工。若是你是同工，你感觉讲对这有好奇有趣味，你嘛会使甲咱的周报内底有无共款做的时间，你来甲迄个副长讲，啊，我都无加入什么小组，我来做你的观摩者好无吼？啊，做后勤的支援者，做协助者。我真希望咱遮中级，咱遮小组的同工，你会当安尼找一个时间，毋免逐摆拢去啦吼，一半摆去参加无共款的时间，看因安怎运作，你会感觉讲我嘛是受到鼓励甲感动。咱的小组。幸福小组的同工，做伙唱一条富强教会会歌吼。啊，这条会歌伊讲，互丧乡变做富足，互软弱变做坚强，用性命带性命，用服侍实践听，互世间人得到真理换命。即咱的会歌内底，嘛是讲起咱爱带人信主，用性命来带性命，互人得到真理换命。我要招兄弟同工坐咧唱这条诗歌来做咱的回应，好不好？